我係陳韻彤醫生，我係羽翼共舞協會嘅創辦人之一。50幾年前，我喺香港大學醫學院畢業，退休之前係一個私人執業嘅普通科醫生。先夫陳紀德醫生喺1998年自殺過身，佢過身之前係一個私人執業嘅外科醫生。佢係我醫學院嘅同班同學。1970年佢全班考第一，攞咗獎狀同埋獎學金，壓力好大，情緒焦慮，第一次自殺。當時佢半年返唔到學，咁後來要食咗抗抑鬱藥先至慢慢康復，完成學業。喺1976年至1979年，佢去咗英國深造。到1983年，佢第二次自殺。當時佢組織咗壓力團體醫療服務關注組，批評政府嘅醫療政策。佢當時服務緊嘅機構因此就唔同佢續約，變咗失業，壓力好大。係第二次自殺，當時佢要做咗5次腦斷檔，先至可以喺抑鬱度走返出嚟。1998年，佢參加立法會議員競選，經醫學界功能組別參選。當時佢壓力好大，要食住抗抑鬱藥先至可以應付。落敗之後，佢覺得自己情緒穩定，心情平和，所以就突然停藥。而抑鬱嘅情緒好強烈咁反彈，好似個巨浪咁鋪天蓋地咁冚過嚟，將佢吞噬。我同抑鬱相處咗28年，好了解抑鬱症病患者，唔想接受自己個病，亦明白佢哋面對個病嘅時候嘅孤單寂寞，咁深深體會到社會對呢個病嘅標籤，所以我想成立支援小組，幫助抑鬱症病患者嘅康復，令佢哋冇咁困難。2000年，我仔女去咗美國讀書，我周圍去揾人幫手。2001年，好巧合嘅情況之下，遇到李淑嫻博士，佢介紹咗佢個丈夫曹敏敬博士嚟幫手。李淑嫻博士係樹仁大學嘅前輔導系主任，曹敏敬博士係教牧輔導專家。我哋3個人用咗6個月時間籌備。喺2002年2月，舉辦咗第一個情緒支援小組。當時嘅組員係覺得個小組好幫到佢哋，咁我哋得到鼓舞，繼續咗我哋嘅工作。而文獻裏邊係冇情緒支援小組嘅，咁我哋一邊做一邊學，摸石過河。而2024年，我哋舉辦咗57個小組，係會員有大概400人。情緒支援小組創立咗一個安全嘅空間，讓組員可以互相傾訴內心嘅掙扎同困惑，有被明白、聆聽、接納同埋尊重嘅感覺，可以互相鼓勵、支持同埋學習。希望佢哋經歷咗5至6個月嘅小組過程之後，佢哋能夠感覺安全、被愛、不孤單，更加明白同埋接納自己，學習到一啲社交技巧，更容易同人相處，又發掘咗自己更多嘅能力去處理過去嘅創傷，為自己嘅康復作出更好嘅決定同埋選擇。我感恩 DWD 會員嘅參與，令我同我嘅家人為我哋嘅創傷尋找到一個意義。感恩 DWD 嘅義工，佢哋無私咁付出佢哋嘅時間、精神同愛心，不問回報，係啲好美麗嘅義工精神。感恩 DWD 嘅善長仁翁，多年嚟捐贈金錢同埋服務，讓 DWD 得以茁壯成長。感恩我此生遇上 DWD， 讓我有一個 spiritual family 靈性嘅家庭，讓我有機會將我嘅創傷轉化為同人連接嘅能量，讓我有機會幫助一啲抑鬱症嘅朋友轉化抑鬱，帶嚟希望同埋創造喜樂，亦都讓我有機會同時豐富咗我自己嘅生命，同埋係幫助咗我嘅個人成長。